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隔壁亲家礼数原在。依照传统的习俗，亲家之间的往来有真侪礼数，就算是厝边嘛袂使免俗，这是习俗嘛是礼貌。尤其是头一摆拜访亲家时，爱特别注重应该有的礼数，无论是彼此有偌亲，嘛应该保持距离甲礼貌，才袂失和气。有真个人认为讲，若好朋友都应该完全包容对方所做所讲的一切代志。奉劝有这款观念的朋友，认知爱稍调整一下。其实，甲人伫盘烂讲话也好，举止行动也好，你若拢无保留，较会引起对方的反感，甚至影响到彼此的关系。就算是亲家，这嘛无例外。做事大的人，千万唔通犯了自以为是的错误，引起一寡无爽快，和少年人伫遐歹做人。今日所讲的俗语是隔壁亲家礼数原在。